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基督教神召會梁正德小學5年班嘅馬翠蘭。今日我演講嘅題目係守護文化今日，就係守護國家安全。各位同學，你哋知唔知道我哋每日寫嘅漢字、背嘅古詩、過嘅新春佳節、食嘅月餅，呢啲表面上望落去好普通嘅嘢，其實背後都藏着一個好大嘅秘密。冇錯，佢正正就係我哋中國人嘅文化身份證。咁到底乜嘢係文化安全呢？文化安全就係保護我哋中華民族5000年嚟代代傳下來嘅語言、文字、習俗、信仰同埋生活方式，確保佢哋唔會被破壞，唔會被遺忘，更加唔會被取代。文化安全就好似國家安全呢棵大樹嘅根咁，只有根扎得深，棵樹先可以枝繁葉茂。可能好多同學都會問，我哋只不過係小學生，同文化安全有咩關係呢？大家不如諗一諗，如果有一日我哋唔再講中文，唔再寫漢字，唔再過端午節，甚至連邊個係岳飛、邊個係文天祥都唔知，咁到時我哋會算唔算中國人呢？同學們，我哋好幸運嘅一代，我哋背負住5000年咁燦爛嘅文明，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壯闊前景。不過，我哋同時亦都面對住好多挑戰，外來嘅不良文化正喺度悄悄咁滲透，想令到我哋忘記自己嘅根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約定3件事：第一，學好中文，培養閱讀興趣，做中華文化嘅傳承者；第二，要尊重傳統，好好去過我哋嘅節日，做中華文化嘅實踐者；第三，明辨是非，堅定自己對文化嘅自信，做中華文化嘅守護者。同學們，文化安全人人有責，我哋由今日開始，從每筆每畫、每字每句開始，守護好我哋嘅文化今日，守護好我哋共同嘅精神家園。多謝大家。